应该取下来也是现在的考试让出现人，我当然也在从小我和三岁让我去讲，我那时候我自己是朋友的，我表姐是我是很多，我说他们家是这个多，我现在就是我就一个人，因为就是他们的我们别人打出来，就是说就是这个人，因为我们。嗯。